恁着警醒，徛在直信，做大丈夫，做勇行。恁凡事着伫仁爱来行。咱三甲来吟圣诗，圣诗258首。请咱齐声感谢上帝，请起。 请咱犹原听咧，用主教是咱的祈祷文，三甲来祈祷。阮伫天里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荣耀，你的旨意得成，伫地里亲像伫天里。阮的日子今仔日互阮，赦免阮的辜负，亲像阮也有赦免辜负阮的人。无你带阮入一次，就救阮脱离迄个歹，因为国、权力、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门。咱用使徒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的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圣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州彼拉多殿内受苦，定是过死埋葬落阴府。第三日对死人中过活上天。当坐伫全能的爸上帝的大边，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圣，共同的教会，圣道的相通，罪赦免，肉体过活，永远的活命。阿门。请坐。请咱掀开是圣诗后壁的启应文，启应文第53篇。咱三甲来启应，我着带啥物就近上主来敬拜至尊的上帝。上主敢会欢喜，千千只公的羊，也是万万条溪的油。我
伊有指示你啥物是好。上主要有你的指示。这声，着实现公义、心存慈爱、谦卑，甲你的上帝做伙行。请阿头三个来祈祷。阮伫天地的爸，阮的主上帝，伫真热的热天主日的早起，阮兄弟姊妹嘛用火热的心来到你的面头前，要用诚实甲心灵来敬拜你。你是创造阮的主，佮将万面丰丰富富赏赐互阮。伫阮生命的旷野，你是阮的避难所。生活中，阮检采遭遇着困难、痛苦，有时人无法度了解。总是你听阮的祈祷，你差派圣神安慰陪伴阮。阮要学到你，阮要直接敬拜你，感谢你做阮生命的主。主啊，阮所徛起的台湾，伫国际上是伫地缘政治冲突的第一线。阮伫100几年来，伫大国的竞争中间，阮真无安定。阮国内的政治对年头甲年尾，拢是纷纷扰扰。阮的台湾需要上帝的带领。阮伫困难的国际情势甲真乱的国家环境中间，望在阮会当成做一个行公义、熬怜悯、认捌上帝的国家。如阮嘛为着阮的教会祈祷，71年前你呼召信仰的前辈，搁伫这71年中间，兴起一代搁一代的牧师长执，伫教会留下美好的事工甲信仰的见证。伫即个社区建立人门教会，阮用基督做头，做伙敬拜上帝，合适耶稣的款式。通过宣教的活动甲社区来宣传福音。阮伫教会中建立三厅的团契，互教会成做阮第二个家。主啊，阮感谢你对阮满满的恩典。伫阮71年的时，阮求搁一摆会当呼召合你心意的工人，伫新的世代继续来带领人门教会新的挑战中间，会当继续伫即个社区来荣光上帝的名。阮伫暑假中有侪的活动，感谢主拢带领阮对下几学校、对青少年团契的福音对甲生活也拢真顺利。暑假中嘛有侪兄弟姊妹出国旅游，求主看顾因旅行中平安。伫最近阮的台湾嘛经过地动甲风台，求主保守阮的国家会当伫这灾难中平安经过。教会中侪人经过身体的病痛，求主医治保守因的身体甲心灵。伫暑假要结束的时，阮嘛为着阮在学中的学生伫新的学期会当有新的成长来祈祷，求主伫教会中帮助阮的青年，成做新的一代的基督徒的青年，伫新的时代，伫教会、伫社会，拢会当服侍你。阮安尼祈祷，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圣主名，阿门。主听阮祈祷，主听阮祈祷，阮求你听阮求，主听阮祈祷，主听阮祈祷，听阮恳求的声。咱要来请圣歌队来学乐，因要吟的诗歌是“予伊照真名”。
真多谢圣歌队真水的服侍。咱三个来读圣经，圣经记载伫《使徒行传》第2章37节到47节。《使徒行传》第2章37节到47节。众人听了，心内刺察，对彼得甲其余的使徒讲：“兄弟啊，阮着怎样做？”彼得甲因讲：“恁着反悔，逐人伫耶稣基督的名受洗礼，甲互恁的罪赦免，阁互受圣神的赏赐。因为所应允的规定恁甲恁的子孙，以及拢总远远的人，就是记拿主咱的上帝所要调的。阁另外用侪侪话干净来考劝因讲：恁着救家己脱离这个邪的世代。对安尼接纳因的话的人，拢受洗礼。迄日约略加添3000人。常常全部使徒的教士3角交陪八饼祈祷。众人拢惊吓，使徒阁惊侪侪奇事神迹。信的人拢聚集伫一所在，所有的面共加用，阁袂无散家业，照逐人所欠用的分予因。日日同心，全部伫店内，伫店内，也伫人家八饼，用欢喜、诚实的心来食。阿罗上帝也得到众百姓欢喜因，主将得救的人日日加添予因。咱以下讲道，请咱张牧师。你敢要试看卖？我的声音袂细声吼。因昨拜五咧练歌的时阵讲，因拢路拢无啦，路拢无，试看卖，话人会较大声。感谢圣歌队，互咱带来，咱大家拢是小光灯，毋茫会通照伫咱所会通影响的周围，请同心做来祈祷。至圣的爸，阮感谢你，伫你的听，伫圣神的吹辟的下面，愿众人对四面八方来到伫上帝你的名所设立的教会，对炎热外面的天气进入到一个真富丽堂皇，也真安静，也真舒适，亲像来到青翠的草坡。安静的水边，主愿围围伫牧者的身边，要来听上帝你的教示，要来雕见上帝你的面，要将你应该得的尊贵、荣光、骄傲来归伫你的名。这时求你就帮助阮，放落一切颠覆阮的世情俗事。也无互阮的罪所影响，直到阮看袂清楚你对阮性命的旨意。像是圣歌队所言的，阮拢是一个细细的蜡烛光，检测无法度通照光伫大范围，伫全世界，至少阮的光会通照伫阮的家庭、阮周围细细所在。亲像泰戈尔讲的，将家己活出一道光，因为你毋知影，检测有人因为即个光来行出黑暗。阮将今日敬拜，特别阮今日会通甲主同齐道来领受你用你的性命，用你的血，互阮甲上帝立的信约，愿做你的囝儿。这种圣餐的记号来领受，主你的正囝儿，这时就围围伫你的边仔来敬拜你，来调见你，愿你活得，愿伫听内底的组织，祈祷靠耶稣的名来求，阿门。我想咱差不多这礼拜你若准电视大概拢咧讲台湾民众党。其实我以前无啥注意吼，
啊，拢讲民众党，其实伊正式的名叫做台湾民众党。啊，我去伊的网站，甲伊看伊的情形。其实伊是2019年，那安尼讲是5年前才成立。啊，伊的核心理念伫个网站安尼写讲，用台湾做名，用百姓来做伊的根本，伊服务的对象。啊，伊也写一段真水的话吼。伊首页就讲，伊要追求一个共荣的社会来做国家的治理。啊，伊讲咱有无共款的过去，咱逐个人来到台湾这个所在，时间拢无相像。目前拢伫遮的是，咱就面对共同的现在，也望有一个真水的未来，咱做伙也共同来面对。啊，伊真清楚地表示讲，阮即党就是要终止两党安尼互相破后骹、互相抵制，即蓝绿恶斗啊，化解族群的对立。即段我真爱，伊讲对包容到融合到最后一起光荣吼，迎向光荣。所以都要先有包容。然后大家才做伙，虽然咱一寡理念无同、看法无同，总是咱融合，因为咱是命运的共同体。然后咱共同来创造一个光明荣耀的未来。哦，这个是真水的一个核心的理念。总是即马咱知影，最近当然检调也搁咧查这个代志。因说伫即4、5年内底发现讲总统选举的现金。即个政治现金有即个胡报乱报，还是甚至无支出，竟然有一寡即个会计师记录的即个代志。所以有时伫伊个咱看见台湾民众党，伊嘛标榜讲阮是理性、科学甲务实。即摆即个情形，虽然咱毋知影后来因调查了变做甚物款。总是咱感觉有一点讽刺啦，务实因真务实啦，要安怎嚣张因就凊彩写，总是理性甲科学好像就无达到因设立这个政党的一个标榜因的价值啊，所以报纸写讲小草信任崩了，我无啥知影什么叫做小草，我毋知咱中间有没有小草了哈。啊！后来我才去看讲，原来小草毋是民众党的专利啊。其实2014年的时阵吼，民进党就发起讲，咱来做民主小草的计划。伊鼓励少年人，你若关心国家的前途，关心政治，你来选林长、里长啊，用为上基层的来有一个政治理念要安怎后来会通来做民意代表也好，伫政府机构也好。会通来贡献这个社会，所以就变做小草啊。所以咱伫最近的无偌久的总统选举，因感觉民众党用小草这个小草实际上是正面的、正面的艺术。我感觉我是小草，我光荣，所以自我定位阮是新的政治阮要对政府更较好的监督阮要来改革国会。我想这些拢是真好，总是事实上，咱看见伫顶礼拜咱讲为改严了后，用政党来看，不管为新党也好，还是对这个台联党也好，太阳花学院是2014，有足侪这政党。差不多10年内底就已经腐败，就是已经差不多泡沫化去。咱会通体会，事实上一个新兴的团体，确实拄到真侪问题。柯文哲是政治素人，吸引真侪人。这个人到底伊的底细什么款，我想伊嘛无啥知影。所以伫这个中间变做一个新的团体，事实上是无人无经验逐项毋知要安怎做，无人才走一步算一步一面做一面学，所以拄着足侪这个问题伫咧，万事拢起头难。
其实我咧看这社会这政党的起起落落，我就想着讲，教会这个团体为什么会通存在2000年？咱伫讲一两礼拜前拢讲，教会随上真正是上帝促成的，毋是人有计划去组织的。伫迄个五旬节的时阵，上帝先感动为120个人开始。我相信这120个人毋知要安怎组织，毋知要安怎经营教会，毋知要安怎来甲咱以后教会要安怎运作，要安怎组织，因嘛是一面做一面学。当然，咱教会存在上大看见的神力，就是教会确实是上帝所设立的。咱顶礼拜咧讲，耶稣基督对教会赋予众望，伫这个罪恶充满的所在。我需要有一个据点，我需要有一个基地，我需要一个敢若亲像拿阿的大船，是要救这侪人进入到永远到一个新的天、新的地的所在，是上帝所促成，是圣神伫迄个所在来运行。总是对这个当时的人来讲，因事实上，我相信彼得、约翰、雅各。这讨戏人，因要安怎知影去组织？因要安怎来进行教会？要安怎来运作？所以，咱为顶礼拜开始讲起，伫圣神降临的时阵，这个组织伫上帝的圣神吹辟下面，忽然间就形成啊！迄天3000人为着彼得迄篇即时讲道。我相信伊嘛无准备，伫迄个所在讲一篇道理，咱今日若转去甲读迄篇道理，你敢有感动到安尼？总是当时伫圣神感动下面，遐个人确实，伊讲心内刺插啦。听见彼得安尼讲了，因第一个问讲，阮感觉阮听清楚啊。主要所伫阮中间咧震动的时阵，阮无法度接受伊是一个弥赛亚，阮一直甲抗拒，甚至50工前，阮将即个弥赛亚大卫所预言的、旧约先知所预言的，阮竟然全甲钉死伫十字架顶。即个错误已经造成啊，无要安怎，过落去咱就应该安怎做？无法度通耶稣告我，伊嘛上天嘛无伫咱中间所以过落去，阮相信耶稣是弥赛亚，是要救赎阮的。总是阮毋知影过落去咧，我们该怎么做？当时彼得甲因讲3项，恁听我做：第一，恁爱反悔；第二，伫耶稣基督的名来受洗礼；第三，恁若恁要受圣神的赏赐。其实这3项是过去、现在甲将来。这个中间咱来看3个动作。彼得甲至少3000人甲因讲，恁会通做的就是悔改，对上帝认罪悔改。第二，恁开始奉耶稣基督的名来接受洗礼。如果恁若安尼做，第3项就会赐给你们，恁会领受圣神的同在。所以这3项，彼得甲这听的人讲，咱会通看见悔改毋是新的信息啦。为旧约开始到行洗的约翰，甚至主要所出来传道的时，第一句话拢是讲：恁着悔改，因为天国近啦。旧约的先知嘛一直讲：恁着悔改。悔改什么意思？悔改是我本来是甲上帝相隔离的，我行我家己的路。今仔我知影讲我安尼毋对，上帝无欢喜我安尼生活，所以我转向神，我活倒转来归向上帝。创造想出我这个性命的上帝，我要跟伊来行。悔改是第一步这是旧约的先知行洗约翰，甚至耶稣开始传道的时阵，拢是要求讲爱悔改。今仔伊嘛咧甲咱讲，是毋是咱有缘爱定定有悔改这种的心志？第二个真无共就是
恁爱伫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咱知影行洗礼约翰嘛咧讲洗礼，行洗礼约翰伊的洗礼，伊讲我甲恁洗礼是表明恁要悔改一个仪式。因听行洗约翰的信息了后讲阮后悔，阮爱归向上帝所以行洗约翰甲因行洗，伫约旦河甲因行洗礼。约翰讲，迄个是悔改的洗礼。但今仔日耶稣证明伊是弥赛亚，已经无共恁爱奉耶稣基督的名来洗礼。所以这个是新的开始，因为恁今仔日要属伫上帝，毋是干那悔改尔。恁若接受耶稣基督的救赎，这个洗礼要成做恁是上帝的囝儿，恁甲上帝已经和好的一个记号。所以恁若接受耶稣，用耶稣基督的名来受洗礼，然后迄个圣神就要赏赐互恁。第三，恁要领受圣旨。所以今仔日五旬节，恁看见阮这120个人领受到圣神，就是阮伫耶稣基督的名领受一个新的身份。这也是主耶稣伫约翰16章所讲，我会离开恁，总是我去会找保惠师，会先用圣神来赏赐互恁。所以恁今日耶稣基督的名来受洗礼了后，恁的心内就有圣神的同在，有圣神的印记。恁时常会为着对罪会更较敏感，这个是上帝所无欢喜的。对上帝所爱的公义会更较知影。我会知影讲，我将来爱面对上帝审判。圣神会提醒咱遮的，所以恁今仔日爱做3个动作：悔改、耶稣基督的名、受洗礼。恁安尼做，恁就要领受圣神。然后彼得佫继续安尼讲，这个应允是要归伫恁甲恁的子孙，以及拢总远远的人，就是既然主是咱的上帝所呼召来。这个应允，什么应允？当然，头先来讲的就是圣神。伊应允讲，若伫耶稣基督的名，就要有圣神来赏赐互恁。这个应允伫旧约用你就已经甲恁讲时到迄天的时阵，我的圣神要降落伫一切人的中间，伫罗卜、伫鲁比，不管你是什么款的身份地位性别，只要你愿意接受，这个圣神就会赏赐互你。这个应允要归伫伫主耶稣基督的名的人。第二，伊的应允就是恁的得救。这个应允是要归伫恁。得救是要为倒位来？毋是靠你守摩西的律法，是靠你接纳耶稣基督伊救赎的恩典。我无能力处理我罪的问题，我无能力用将功补过，用我的功德来压砍我的罪。你敢若会通领受上帝通过耶稣基督已经替我完成的救赎？所以约翰1章12节就讲：既若接纳伊的，既若接纳耶稣基督，相信伊已经替我付罪的代价，恁就有权做上帝囝儿。所以彼得甲这个人讲，这个应允，恁要得救，恁要领受圣神，是要互恁甲恁的子孙。总是后来佫即句话随上，我相信彼得当时伊家己嘛无明白，我是安怎安尼讲？伊讲，这个应允要归伫恁甲恁的子孙。当时遐听众全部拢是亚伯拉罕的子孙，拢是犹太人，所以这个应允是要互这个犹太基督徒愿意接受耶稣基督。总是这个应允嘛要归伫拢总远远的人。伊已经讲出超出迄个时代，伊家己本身所会通了解，就亲像今仔你甲我。超越时间、空间、种族人种文化等等，就是既若主咱的上帝所要调的。今仔日彼得随时上当时伊伫五旬节讲这个话，伊家己本身讲出来了后，伊要突破将福音传互外邦人，伊嘛足犹豫呢。所以咱看伊
使徒行传第2章，伊来到第10章，上帝用高丽牛迄种的偶像，互伊看讲，上帝讲清气的，你袂当讲是拉散的。伊要接纳外邦人，将福音传落，所以因才后来才慢慢学习，开一个耶路撒冷会议，讲，原来英文嘛归伫遐远远的人，就是遐上帝呼召来归伫伊的人。这句话嘛真重要。我毋知你是第几代基督徒，总是一讲咱的主呼召咱来归属伫伊。所以世间60亿、70亿的人口，上帝并无所有人拢呼召咧。今仔日你会通成做基督徒，伫你的人生的中间，今仔伫即个所在，彼得讲，迄是上帝呼召来的，毋是今仔日我选择讲，无我来信基督教。耶稣讲，毋是我选，毋是恁选我，是我经选恁。这个是一个奥妙，一个奥秘。毋是讲我比别人较好，我知。伫你的人生的中间，伫你的血统，伫你的 DNA， 毋知上帝什么款的奥妙，滴到今仔日咱人成做伊的囝儿。所以，这个应允要归伫咱的子孙，以及咱这个受上帝呼召的人。搁落去即句，我毋知你捌感觉奇怪无？伊讲，佫用另外做话干净可肯，才会听众讲，恁着救家己脱离这个邪的世代。中文的圣经讲，你们救自己脱离弯曲的时代。得救都已经得救啊！我哪都爱搁家己努力哟？我都爱家己救家己。所以事实上，你若读腓立比第2章12到13，我迄阵拄伫新来的时候，我就对即句真有想家己的想法，讲依法用行刑袅袅带来做成恁家己的得救。得救是白白稳定，为什么我都爱搁袅袅带，搁爱努力，都爱拍拼来救家己，来完成得救。腓立比2章12、13讲，咱有迄个意愿，我要争取到得救，我将来要伫永远的国度，我将来要得到迄个永生。咱有迄个意愿，嘛爱有迄个所行啦吼。所以这是对上帝伊的圣心伫咱的心内来提醒咱。所以有人咧讲，得救只是第一步，你该接受耶稣基督，你是第一步。总是毋是得救了后，你就永远得救。你若看希伯来书，伊讲有人承认耶稣基督了后，后来佫倒转去拜偶像，佫甲耶稣佫一摆钉伫十字架顶，他就被排除在外。所以得救只是第一步，真正是得救以后，咱逐工的条件。上帝圣神来提醒咱，你爱救家己脱离这个悖逆弯曲的世代。所以，这个是基督徒咱一世人，甲咱离开世间的时阵，咱伫圣神的，甲咱的神甲圣神共同合作之下，咱才会通得到完全的得救。这个也是时常需要咱来提醒咱家己的。所以，咱今日来看初代教会，咱这3礼拜拢咧讲教会。其实当时即咱若是讲一开始2-3千人拢有加入教会，因毋知要安怎做。因面对一个毋是真友善的社会，即犹太人认为讲，哪有可能目像的囝互钉伫十字架？弥赛亚哪有可能是即种的方式？所以认为耶稣是基督，迄个是亵渎上帝。所以你看使徒行传看保罗去到什么所在传福音，这犹太人拢伫后壁破后骹，因一定迫害。讲恁这基督徒是亵渎上帝，所以外口毋若犹太人、犹太教律法主义者、法利赛人对因的压迫对因的侮辱等等这些代志，罗马政府嘛真注重这批人，因为因承认耶稣，只有耶稣是主。罗马的皇帝该撒，因无认为讲伊是主，总是因教会内底拄好才组成，人多当然就足多各种无共款的人，因嘛有欺骗。所以讲，迄阿拿尼亚
伊为着要博取名声，就讲我逐项物件拢献互教会，怎会家己输哈？我想咱伫书堂咱读过这伪善，伫教会内底有一寡伪善的人，有误会，即个讲希腊话，即个寡妇讲是安那呢？你拢对迄个讲犹太话遐个人较好，阮本的物件拢分较少，阮食的你拢无咧甲咱照顾，有误会，有妄言，有党派。我是阿波罗，我缀阿波罗行，你缀保罗行。因教会内人的组织就是安尼，异端败坏。伫教会内底，人性的软弱，拢是教会上大的挑战。总是咱看见使徒行传，就是确实，这是上帝圣神所带领的教会。即小群人当然有圣神的帮助，总是我有时咧想象，即12个使徒彼得。甚至到来后来保罗，因安那伫迄种的环境内底，不但生存下来，到今仔日还通扩大到影响全世界。当然有上帝恩典，有圣神的帮助，总是有因的努力。所以咱对常常爱读的是《使徒行传》2章42到47，因为这是因一开始教会生活的原型啦。因原来就是安尼咧进行，常常全部使徒的教士、三角交陪、八饼祈祷，然后周围的人，因为当时上帝互初代教会，这使徒有行神奇事神力的能力，所以逐个人会惊吓，会感觉这阵是无共款的人，有一寡面公家用等遮的，因为日日同心全部伫圣殿内咧敬拜。伊嘛去到邻家厝底下八饼欢喜，做伙来享受团结生活。百姓欢喜因，注重得救的人。咱甲这段圣经分做4部分来讲。当时路加发现讲，初代教会因的原型，因注重4大方面。第一大的方面就是因这个人真认真，想要更加了解弥赛亚的角色。想要更加了解圣经安怎教，伊想要了解圣经教我安怎来经营我的生活，我才会通得救到最后。第2项，因注重团结生活。咱若偏偏拢信耶稣基督的人，咱互相爱更加互相照顾，定互相有来往，来互相照顾，做伙伫迄个所在来祈祷。第3项，因有缘用。敬拜上帝是上重要，伫教会内底每一届敬拜，会通互我甲上帝更加亲近。第4项，因即种的生活本身就已经咧传福音嘛，所以得到众人的欢喜。因即种无刻意表现出来，事实上就是已经互周围的人讲，哇，迄阵人真无相像哦。我哪会通诚做因其中的一份子，毋知要偌好，得社区众人的欢喜，福音就慢慢伫耶路撒冷来传开看。我想，咱为这4项来讲，就是因专心使徒的教士，恒心遵守使徒。如果我是第一代去听彼得讲了，我想讲，我要更加了解。彼得，你甲我讲，你当时耶稣甲恁做伙迄3年，伊甲恁教什么？耶稣安怎去解释旧约？安怎用新的角度去讲旧约的这个代志？所以虽然伫初代教会无一定逐届聚会拢有神力奇事发生，这个羊形的得到医好，迄个目睭青面得到看见，哇，都很兴奋，都有足多神力奇事通好看。总是这样不够啊，安尼无够。我敢若要体会到肉体所感受的着神力。我的内心对真理、对圣神的作为、对耶稣对我的期待，没有完全的了解，所以当时一开始就感觉讲，我需要更加了解圣经，我更加需要了解上帝对世间人的心意。圣神是真理的灵，耶稣讲，伊到就要带恁进入伫一切的真理，所以这学生俩更加了解圣经。我知影使徒的教士最重要，所以毋是干那咧感性大家要聚会真欢喜啊，来讲方言，来唱灵歌，大家安尼好像陷入到一种迄种的安尼
亲像即摆你去参加一寡大型的音乐会，啊，规个气氛感染了，哦，足兴奋啊，等等。然后离开音乐会了，倒转来满腹的空虚，毋知影讲到底是啥物。初代教会因注重师道的教示，所以灵恩教会有时一个真大的危机。咱看即几年内底有一寡灵恩的教会，哦，足兴起咧。总是因也无定根伫真理伫圣经教示，咱嘛看见灵恩教会慢慢衰退去，因为因追求的是神秘的经验，是感性的，伫理性上因并无得到造就。所以师道的教示对今仔日来讲，今仔日咱教会嘛要专务师道的教示啊。所以师道教示我无咱无机会甲耶稣做伙，所以师道的教示今仔日留伫即本的圣经的观点。为旧约到新约，上帝伫历史中的作为，每一个拢值得咱更较清楚去了解。所以了解追求要去知影师道的教示，你袂当干靠礼拜日7点钟，耶稣牧师用50个圣经甲你讲安尼我就已经知影。牧者伫主日讲道是我对这段圣经的体会、甲了解、甲大家分享，总是真理有几个赞处，你有你的领受。今日咱用使徒行传2章37到47，你倒转去去感受到，我要更加了解。敢亲像牧师讲的安尼，也是上帝圣神有提供我个无共款的看法。咱参加查经班，咱参加团契聚会，咧查经的时阵，咱专务伫师道的教示，专务甲即个圣经读到家己的生命中，读到家己的生活内底，更较重要。如果你敢若伫靠教会聚会礼拜日的礼拜，你要安怎去更加了解师道的信息？所以基督徒逐工家己伫厝内底对圣经的研读、圣神的帮助，更加了解，即个是逐工爱做、逐工的功课。毋然安尼，如果你是做阿公做爸母的，是毋是咱伫厝内底也将圣经的教示通过安尼日日专务伫上帝真理的教示，安尼咱会更加清楚要安怎来经营咱的人生。下面这段圣经定定引起争论，讲信的人组织做伙，物件大家讲家用，有的人甲家业财产，大家拢分互别人，大家做伙安尼做一个共同的生活，敢若人民公社共。你会想讲为什么初代教会信徒安尼？总是你的人看见伫历史上这段时间毋是真长，真有可能是我家己个人的领受。就是因对耶稣的再临有错误的期待甲判断。伫使徒行传1章第6节到第7节，这个学生因经验到弥赛亚死伫十字架顶，已经国活，连伊出现互即个看，连伊出现互迄个看，所以因甲耶稣自执的时候问耶稣讲：主啊，你真正证明你对死国活，就证明你是弥赛亚，你毋是普通的啊！阮旧约读讲。伊要兴起大笔的王朝，打是毋是即个时阵？你伫即个时阵就要互以色列搁一届复国，互咱的国家得到公营。你倒转来到以色列是毋是即个时阵？耶稣真清楚甲因讲，迄个时、迄个日，毋是恁所会通知，恁嘛莫去约，嘛莫去，恁会通期待，总是即个时间，迄个权柄是伫上帝的手中，恁毋免安尼来去做，总是这学生可能当时感觉讲，安尼伊已经上天，伊讲伊要过来，过来可能伫我有生之年我就看会到，无一定要做滚倒来，所以甲一寡家业财产拢卖掉，是毋是因对即个耶稣的再临有错误的期待？所以初代教会有犯即种的错误，一寡人卖掉，但系我无偌久，即个情形就已经消失去啊。所以咱会通看见。事实上，你若搁认真甲读，发现毋是初代教会基督徒所有拢袂加散。看来我会讲，上帝主要所对咱每一人呼召拢无相像。用两个例来讲，迄个少年的官，耶稣真欣赏、真疼伊财产真多，所以耶稣看见你的财产、你的物业，就是诚多你要得到永远活，甲上帝更好、上大的阻碍啊！
所以伊甲挑战讲你还佫欠一项，袂你所有佫来缀我，互送向人。迄个确实互耶稣摇着，这物质财产成做伊军队耶稣，永远甲我的财产两个选择内底，伊选择讲啊，我宁可看会到物质财产较重要，伊就这安尼忧愁来离开。上帝对你的挑战，甲我的挑战，好调无相像。咱会通看见马街马雅国这南大毕医生因遮，因敢若是亲像上帝呼召因放杀因原来的环境，因的享受，因的名声地位，敢若就像将一切拢卖掉，凭着信心。上帝，你呼召我来到台湾，我伫这个所在来迄落。上帝呼召德雷莎，呼召圣方济，等等，伫历史上有足多上帝安尼甲因挑战，因嘛用安尼来回应上帝挑战。另外一个咧，就是迄个激纳心犯鬼的人，伊得到救恩了后，伊得到医病了后，伊甲耶稣讲我要缀你。我要缀你一生缀你来行，所以耶稣讲慢，你莫缀我，你倒去恁兜，将上帝为着你做这代志摆列，互人知影。咱要缀耶稣，耶稣过来讲，毋免你伫你的所在去见证。所以伊对无共款的人有无共款的呼召，伊呼召我来做牧师，伊呼召你来做一个律师，伊呼召你来做一个老师，做一个医生。咱逐个人呼召无共。对，咱要安怎去回应上帝的呼召？基督徒的团结生活，咱会通看见，因就是也伫邻家厝。所以你看即句话就知影，毋是所有的人拢为财产做伙生活，也佫有一寡初代基督徒，因也有家己的家庭，有家己的财产，所以因才有法度通去因兜，大家伫遐掰饼，大家伫遐来过团结生活。所以咱会通看见，这拢是自愿的，拢是甘愿自愿的行为。我要凭着信心来生活，还是讲我要对上帝赏赐我这物质我要安怎来处理？我要安怎来用上帝赏赐来回应这个恩典？这个是咱家己本身的一个决定。咱来看见敬拜，因三甲交陪，日日当心，全无伫殿内。这甲因对耶稣的再临可能迄种的期待甲判断有关系。伫殿内是因没有一下子就离开犹太教的体制，所以在耶路撒冷的时阵，因抑阁逐工去到圣殿。伫圣殿的敬拜，我相信抑阁维持原来爱献这婚教，还是这祭物互祭司来抬来赎罪。我要祈祷，拜托祭司来迄落。因犹原抑阁伫体制内，总是因开始嘛有一种新的自卫方式伫体制外。我到逐个人的家庭伫遐，咱伫迄个所在掰饼，特别伫耶路撒冷圣殿绝对无掰饼。总是对基督徒来讲，掰饼是一个新约的记号。今日咱要掰饼，因为旧约是摩西律法，新约是耶稣基督为着我救赎所以掰饼守圣餐，诚做一个纪念耶稣基督一个真重要的行为。所以开始有新的敬拜方式。伊嘛开始祈祷，因伫邻家厝祈祷，我毋免去到圣殿叫祭司你替我祈祷，你替我献祭，你甲上帝安怎讲？我奉耶稣基督的名来祈祷。所以咱看见初代教会是传统甲创新兼容并蓄。因毋是一个就否定讲阮是新的团体阮就舍弃一切旧的传统。我想这也是咱今仔日教会需要。咱们教会71年有一寡传统，有好的传统，有歹的传统。咱要更新，咱要改变，毋是要一步一步的来，毋是马上需要耐心，需要迄个时间。初代教会对耶稣的认捌，对传福音外邦人，因嘛是一步一步圣神的引带、学习、突破，才更新，一直安尼来做。
我想咱们教会第71年，咱要搁行入新的世代、新的开始。咱的好的传统、旧的传统，如果需要去改变的时候，慢慢伫上帝时间甲引出内底来完成。然后众人就惊遐，因为这使徒伊会行神力等等，迄种的初代教会的礼拜气氛，也就影响到社区以及周围的人。今仔咱来遮做礼拜，我行27项，咱看见我毋知影咱厝边隔壁安怎看。咱看到某人教会兄弟姊妹伫遐介真欢喜招呼，咱烧酒要来敬拜上帝，这是毋是已经互遐个人感觉哇？这个团体大家真相挺，大家真和谐，大家真喜乐要来敬拜。虽然我毋捌行入教会，总有一天有机会，我嘛望成做其中的一份子。所以众人目睭中的就是因真专心伫圣经，因团结生活非常的密切，因敬拜。喜乐充满，会通敬拜上帝，会通今仔日健康来到这个所在，比讲不得已爱伫厝里看直播，伫这个所在我会通看到人甲人握手、甲人请安，这是何等欢喜的事，会通来敬拜上帝。无形中因已经毋免出去团啦，咱的团结敬拜生活，都已经诚做互人感觉欣赏的一个对象，所以咱会通看见。最后一句讲，主就将得救的人日日加添福音。咱的表现自然互人欣赏。主就用这种的听来吸引人，来互因诚做上帝囝儿。所以咱咧见证家己生命的改变，咱欢喜参与伫教会生活，咱就是咧传福音，你免讲到偌什么款深的道理。主将得救的人日日。所以，这段圣经将咱日常的生活甲传福音，互人得救连在一起啊！咱根本都毋免讲我派福音队去到倒位，咱伫即个所在，逐工组织礼拜团结生活，就是已经咧传福音啊！所以日日，今仔日你毋是讲礼拜日来传福音，你伫厝里，伫你的工作职场，伫你的家庭，伫你的社区，伫你的大楼内底。逐个人看到你，就是感受到这个人无共，我爱甲伊共款。所以这毋是偶尔进行，是随常是24小时7 day 爱做的代志。所以咱今讲基本要素，对圣经真理搁要继续追求，对团结生活的这个搁较密切敬拜，咱搁较注重，咱搁较动心来敬拜，然后咱就。自然去见证福音，人就会欣赏。所以咱顶礼拜就讲4个方向，向下我真理都要搁较定根，我搁较了解上帝对我的心意，搁较了解上帝对整个世界的走向。我需要对内，咱们教会是都会教会，大家关系比较疏远，咱是毋是这方面会通搁较密切一下？横向的、互相的联系，某人有啥物问题，咱会通来帮衬，会通来替伊祈祷，向上。对敬拜是上重要的，敬拜上帝，因属伫咱上帝囝儿，向上甲上帝建立伫敬拜中间搁较深的关系。外就是活出基督的款式。所以今仔咱用这个金句来做咱，我特别用几个无同款的色。即句话甲咱讲啊真清楚，你甲我咱有领受洗礼，就是讲你既然接纳主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就着。表现出你是接纳耶稣基督的款式，就照安尼来行。定根伫迄就是对圣经真理更加清楚的了解。咱慢慢伫礼拜、伫团结、伫个人灵修、伫各种的方法，咱信仰受到起造，咱的信心更加坚固，咱的目标更加清楚。直到咱离开肉体生命结束迄一天，就照咱所捌受的教示。逐工满满有平安，有感谢，有喜乐。咱做来读。所以，恁既然接纳主耶稣、主基督耶稣，就着照安尼伫伊来行，已经定根伫伊，就直直受起造，对神来坚固，照恁所捌受的教示，满满感谢。歌罗西书
2章6节甲7节，咱做来祈祷。主，阮感谢你，因为你对初代教会，互阮看见一个教会基本的要素。恳求你帮助阮，当咱们教会要进入第71年、72年的时，互阮亲像早时初代教会对使徒的教示、对圣经有刻薄有意爱毋茫搁较深的认捌，互阮团结生活，诚做正人所欣赏会听的一个团体，也帮助阮会通伫敬拜方面无懒散，搁较注意来将你应该得的荣光来摆伫上帝面前，也帮助阮斗阵生活就诚做传福音一个真好，别人所欣赏。由你听阮的祈祷，向上、向内、向外各方面拢会通有感谢的心来过阮的生活。祈祷靠耶稣的名来求，阿们。咱准备心做伙来领受圣餐。350首，主我担就近爱见你的面。如果你若方便，较方便，咱就徛起来，用祈祷的心来陪伴心领受圣餐。主我担就近爱见你的面，对领受圣餐，咱甲你相亲，愿坚固相求，凭着你的爱，将一切忧伤都你出来。主我的心声，你的奇妙，因你的归来，照亮你的名。当我的光彩被尽的召唤，连心爱永属下最的平安。当我的灵心来无处的想，为我所平安，当今高亮。当我的忧愁尽流来永恒，告诉三朝为你眼光快乐。不提你我永不涣散，你我留住，只为你平安。主我进入你，我就进我意，经过你归来，我就我生命。主耶稣基督的名，欢迎进来属于教会陪参者，咱三甲就近伫即个稳定的宴舍。当主耶稣受过迄暝，伊对学生讲：看，即个是我的身躯，要为着恁拍破，恁着行安尼来纪念我。食了后，伊对学生讲：看，即个杯是新约记号，是伫我的胃所设入的。即个盘过节，为着咱牺牲的羊羔，诚做抹伫咱身躯的记号。你是属于基督的，耶稣邀请咱今仔劳苦背担来就近我，我要互恁得着安乐。咱就照主的命令来摆即个宴舍，按上帝面前来安静来悔改认罪，也伫少年以前，咱知影伫主耶稣基督的名受洗礼，毋望圣神提醒咱，咱是属于伊，咱要缀伊来行咱人生的道路。即时我邀请咱大家搁一届回顾最后的晚餐的主要所讲，即个是我的身躯，要为着恁的罪来拍破，互恁甲上帝和好。即个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的，恁着行安尼来
纪念我，请咱的长老。保罗伫哥林多前书提醒咱讲，咱要领受圣餐，海鲜伫上帝面前，咱爱认罪，爱悔改，爱清起咱的心，来孝念。今仔日，咱会通诚做上帝囝儿，毋是因为咱比别人较好。是上帝选调，互咱诚做伊的囝儿，来领受得救的应允，来领受圣神的印记。如果咱已经接受洗礼，不管你伫什么教会，个别过信仰，咱来领受这个稳定的记号。唔知有人还无领受到，请小举手一下吼。啊，我还未摕到，请举手一下。如果你已经摕到，请你先将这个塑胶袋啊，甲伊透开安尼。疫情了后，咱拢用安尼，毋茫安尼会通较避免一寡。唔知影有人还未领受到无楼顶，请咱先将塑胶袋啊，甲伊提起来。兄弟姊妹，这主要所为着你的罪来拍破的宝体，咱安尼来领受，来感谢伊的恩典。食了后，最后所讲判，这个杯要诚做新的记号，是伫我的会所设立的，恁着行安尼来纪念我。这个杯是你甲上帝立新约的记号。领受这个，一概证明咱是接纳伊，是信伊名的人，咱是上帝的囝儿，是永远的约。所会通承接的。
兄弟姊妹，你是放伫手中的是咱甲上帝立约的记号，咱领受这个恩典，毋望这成做咱甲主耶稣基督结连搁较亲，提醒咱若结连伫伊，咱才会通结果子；咱若靠信心，咱才会活出伊爱咱活出的款式。这个杯是神的记号，是主耶稣基督的为所设立的，咱就今日来纪念伊。唔知有人也未领受到，楼骹、楼顶，这边也有后面，这边这有人也未领受，这也无，在左边这里，有人也未摕到无？迄个安雅姐吼，安雅姐。OK， 有，好。唔知大家拢有领受到无？这个杯是神了伫主耶稣基督的名所设立的，咱安尼来领受伊，来感谢伊。这个饼、这个杯，诚做养饲咱灵性真的美娘，上帝平安，甲咱三合一个。今摆咱来准备今仔日的奉献，请戴润宽技术甲陈小文技术两位。奉献感谢，咱请起立。请坐。
以后我来报告教会消息。欢迎大家今仔日做伙来敬拜，咱今仔日嘛做伙领受圣餐。咱礼拜后嘛，请咱会当留落来请安交易，做伙享受爱餐。第二，今仔日爱餐后伫6楼要召开小会，请咱小会员会当来参加。第三，少年团契的例，今仔日是少年团契8月份的例会，即摆是请李夏一来分享永不止息的爱。咱请上年的兄弟伫用餐以后到5楼的教室来参加。第四就是咱牧师明仔载开始要休假1个月即段时间内底，咱若是有需要合作的代志，会当甲办公室也是中级嘛是嘛当靠这个年传道这个年传道的电话伫周报顶悬嘛有，嘛会当用 LINE 会当联络到牧师。后礼拜咱的这个讲道，咱请总会教育委员生命教育中心的主任李家明牧师来正道，请咱也为着李牧师的服侍代祷。第六，拜三有读书会咱即马拜三暗7点半到9点，伫教会办公室有读书会，是咱白友谦长老来带领。咱读的册是杨斐利所写的《恩典多奇妙》，请咱兄弟若有兴趣做伙来参加。第七是拜三的查经班，拜三早起10点，咱伫地下室有举行查经祈祷会，伫9月咱会开始恢复参加，恢复举行。即摆咱开始要读约翰福音请咱有兄弟会当做伙来参加。第8项。社宣组的活动，咱拜2的手机班甲拜4的长青乐活，伫9月开始要开课，咱的课程嘛安排好势欢迎兄弟来报名。另外，咱嘛邀请咱办即个社宣的活动是希望咧传福音咱的兄弟若是望讲伫即个社区会当透过即个社宣活动来传福音，做伙来参加来认捌咱社区的兄弟姊妹。第9台神的后援会请参加台神后援会兄弟2024年的奉献已经开始请有感动要参加的人嘛当黄干事也是李国主长老来接触以下团契消息甲大道的事项咱就请大家会当家己看。咱今仔因为时间的关系咱无举行平安礼以下请牧师来介绍。我特别来介绍阮兄弟姊妹做礼拜可能即嘛第一摆。阮兄弟姊妹我大家无啥知影，我有2个姐姐，一个哥哥，一个弟弟阮40年毋捌得台湾见面，今仔日因全部到齐我来介绍一下，阮大姐甲二姐大姐甲二姐我的大兄甲大嫂大兄甲大嫂我是排第4个，搁一个小弟叫张立信甲阮的弟夫甲伊的囝，第三代派一个代表来参加啦即马拄好伫中基咧做实习阮兄弟姊妹40年毋捌伫台湾见过面，足欢喜的。毋知还阁有我特别来介绍的人无？有伫足欢喜有一寡人咱今日时间关系，咱都无行平安礼希望大家有机会留咧小可交陪咱地下室有缘有爱餐下晡的少年团契，大家留咧参加好，以上。请大家来吟圣诗257首，求主分享教会，请起立。求主分享教会，春意开明成就，因你我命有难的话，甲我情老听受。求主分享教会。
祝福。愿主耶稣基督救赎的恩典，天父上帝无限无条件的疼痛，圣神的相通安慰祝福，伊伫因带，甲咱正大家三合一个，对即时到永世代无尽。阿门。下次。